要过年啊，家家户户即马嘛拢开始咧大摒扫，这无爱家具、spon纸嘛拢陆续清出来。新竹县的环保局表示讲，根据统计，去年这回收量甚至来到17000袋 spon纸，而且因为大部分即马拢是使用独立桶的 spon纸，佮较歹拆开回收，互因面临正大的挑战。 甲拄回收回来旧碰层，放入大型处理机具进行破碎甲分类，然后清洁队员咧过年前真无闲。新竹县环保局指出，新竹因为有科学园区，社区人口流动速度紧，加上真侪人无介意困别人困过眠床，也增加碰层的废气数量。过年期间的巨大废弃物产生量大概会是平常的1倍左右。那特别是进我们县内的园区啊，或者是几个产业园区。 附近有许多的租屋的族群，那随着族群的流动，也会造成那个租屋的废床垫啊、废家具的产生增加。根据新竹县环保局统计，去年旧碰层的回收量有17000顶，而且有愈来愈多的趋势。加上这几年碰层愈做愈有工，也增加回收技术的困难。10年前，我们传统床垫跟那个独立筒床垫。 好，占比大概是8比1，那现在呢已经变成9比1，就是独立筒的是9成，啊，传统的已经变成只有1成不到。传统床垫通常都是一张表布包裹了一个金属的床架，那现在的床垫有分独立筒的形式，那它的整个铺面的层数也增加，造成整个处理情形上的更为的复杂。 目前新竹县家具回收厂只要咧过年前，拢会出现碰床山，然后相关处理人员真无闲，也成做清洁队员新的挑战。记者杜根和新竹报道。